平陸運河作為連接粵港澳大灣區與東盟嘅紐帶，為澳門投資者帶來4大領域嘅機遇：跨境冷鏈物流、現代航運服務、綠色能源產業及旅康養合作。澳門可發揮中葡平台嘅優勢，推動廣西優質嘅農產品經澳門銷往葡語系國家，實現澳門資本加廣西資源嘅聯動發展。澳門通過資金、技術同埋國際認證嘅優勢，助力廣西農產品升級同埋加工，聯合打造貴澳聯名嘅品牌，借助澳門電商與會展嘅平台，推動綠寶茶、羅漢果等特色嘅商品通過跨境冷鏈直接到達葡語市場，並探索農業加旅遊融合嘅模式，吸引粵港澳嘅遊客。澳門廣西聯誼總會係扮演超級聯繫人，通過組織商貿對接，提供金融嘅配套，升級會展嘅平台，幫助廣西企業借澳出海。未來將會推動常設展銷中心嘅建設，結合澳門1+4產業規劃，建立面向東盟嘅數字化供應鏈，實現買全球、賣全球。